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的敬拜开始了，我们起立，借我你的双手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园，全心颂赞，献上为祭，是最纯的果子。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。
主最大的一生，你是丰盛之主，你是我的牧者，引领我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，耶稣我君王，我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！我们一起在更深的来赞美我们的主。在光中你走向我，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，洗去我的软弱，你接近我的生命，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。你走入我的生命，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。你是我的一切，主我单单依靠你，我要抬起头的睛来仰望你，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耶稣走进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走入我的生命，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。你是我的一切，主我单单依靠你，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，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亲爱的主，你是何等尊贵荣耀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救主。我
们应当要时常开口来赞美你，享受与弟兄姐妹在你里面一同敬拜的美好。我们更应当要记得，我们是为何颂赞，不是只在顺境还有健康或者是有成就的时候赞美你，我们在患难困苦的时候仍然要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创造我们是如此的奇妙，我们要不停颂扬你的慈爱和信实。愿你赐我们温柔和智慧，将这样的福音传到万国万邦，使万民都能够起来敬拜你。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信仰告白。请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报告之前，非常谢谢赞美团领唱对我们说 "Don't worry, be happy"。对，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步调非常快，大家不论是学业还是工作上都非常忙碌，所以这句话呢也算是点醒我吧，因为最近工作有点忙，希望大家可以留心，就是要记得上帝创造我们一切，然后赐给我们的美好。那我们来报告。教会消息，本主日适逢端午连假，所以爱餐暂停一次。那等一下不会有爱餐，所以大家如果午餐的话需要自己去准备。那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。第2点，6月7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会召开小会，那小会员请注意。第3点，下主日6月8号为圣灵降临节，会举行今年第3次圣礼典。那请有想要受洗、坚信礼或社会级的弟兄姐妹们，可以跟牧师报名。那也请其他已经受洗的主内弟兄，让我们一起预备心，准备纯敬畏的心来感恩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。那第4点，各团契会长请于6月22号前将第3季的季表、团契活动跟服事排班表交给干事。接下来团契消息，6月6号星期五上午9点半，松年团契会参加台北宗会松年部成立39周年年会，地点是在蒙甲教会。那义杰牧师也会前往陪同。接下来第2点，6月14号星期二下午3点，妇女团契聚会，内容是电影欣赏跟下午茶，大家敬请期待。那下面奉献的明细，请大家自行审阅。那如果有错误或者是漏的部分，可以再跟干事反映。那我们之后会再补登。好，那接下来圣经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00篇1。对不起，那个奉献，我们请诗会的同工。
好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爸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又一周带领我们大家平安的聚集在这里，一起敬拜，一起赞美你，也要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谢谢你教导我们一切，但在这纷乱忙碌的世界中，请你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，留心来观看你创造的美好，不论是天上的云朵，地上的花朵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要被世俗给带走我们的所有的思绪。求你让我们留心听你的话语，与你同行。那这边我们奉上一点金钱，作为圣工之用，求你悦纳。那最后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圣经。今天圣经记载在诗篇100篇1到5节，那我来念。第一节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欢唱来到他面前，当认识耶和华是神。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场的羊。第4节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好，接下来正道，我们请知美牧师。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颂赞之歌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那个5月总算过去了，今天是6月1号。那过去的这个5月呢，这个5月其实还蛮漫长的，好，但是好像又是一转眼的事情。今年的5月非常的丰富，对牧师来讲，在这个5月呢，夹杂着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5月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们一位很敬爱的，就是非常开朗、常常带有正能量的一位长辈，好，就是静秀姐。她的病情呢，她其实在过去这1年来，常常在医院进进出出，那也常常就进去就很顺利就出来了，然后就一样恢复到原来很正常的生活。可是呢，在5月第一个礼拜，她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。那许多的弟兄姐妹去医院探视她，为她祷告。我们怀抱着满心的期待跟信心，希望她能够像过去一样，再回到我们当中。但是上帝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来成就，他将静秀姐带往那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陌生也无法经历，却是一个更美的地方。在这个沉痛哀伤的离别当中，夹杂着可以再相见的盼望。好，接下来就是5月第2个礼拜。5月第2个礼拜，大家想到什么？母亲节。好。众所周知，就是每年都要来一次的庆祝母亲节这件事。一般来讲，就是庆祝母亲节、歌颂母爱，是每年母亲节都会做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却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因为有一些母亲，可能在她自己本身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她就无法经历母爱；有些母亲无法，她本身从小他无法经历母爱，上帝赋予母爱的这个本质，在人的有限、跟人的罪性，还有在整个环境当中被扭曲，以至于有一些母亲她会抛弃自己的孩子，有些母亲她会虐待自己的孩子，有些母亲会利用、恐吓、勒索自己的孩子。面对像有这样子母亲的这些儿女，我想每次到了母亲节，他们的内心只是充满了愤怒，他们对母亲感到愤怒，
甚至对上帝也感到愤怒。他们也会对自己觉得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我怎么那么可怜，别人都有这么好的妈妈可以爱他们，那我呢？我为什么没有？感谢主的是，即使有人经历了这样残缺的母爱，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与疼爱，这样的遗憾跟愤怒是可以终止的，是可以被斩断的，是不用好像我们讲说 DNA 会一直遗传下去的，不用，是可以让这样子的孩子在他成长之后，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与救赎之后，他自己本身也可以调整自己，成为一个让子女的爱所包围的母亲。在这五味杂陈的母亲节，夹杂着在基督里重生的盼望。接下来5月第3个礼拜是送别静秀姐的日子。很快5月第1个礼拜，她的病情急转直下，她就安息了。只不过隔了1个礼拜，到5月第3个礼拜就送别她，是一段忧戚哀伤的日子。有的人的心里仍然充满了遗憾，因为有一些原本要对他说的话来不及讲，有一些原本要为他做的事，也来不及做。于是在这样很迷惘的过程当中，时间到了，好，就要送行了，送别他。心里呢百感交集，为什么会这么快？为什么他的病情会这样子急转直下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吗？就在我们有些人还理不清思绪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充满迷惘的送行当中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要对上帝的主权，我们只能信靠，我们只能顺服。最后在5月第4个礼拜，到了5月第4个礼拜，也就是牧师女儿子瑜的婚礼，是一段充满开心期待的日子，但是也是一段要偷偷躲起来哭、躲起来流泪的日子。这个哭跟流泪呢，在这1个多礼拜，牧师自己沉淀自己的心情，我发现其实并不是一种不舍，而是一种从小身为一个妈妈如何陪伴看顾她一路长大。好，子瑜从小身体就不好嘛，她过敏体质的人，然后又气喘，真的很难照顾。我为她祷告最多的就是希望她能够健康的长大。健康对有一些人来讲可能是理所当然，就没什么好求的就是这样健康长大。可是对于子瑜来讲，对我来说却不是那么理所当然。我看着他这样子健康的长大，可以活得这么开心喜乐，然后如今可以享受在上帝所赏赐给他的一个新的一个家庭里面，牧师只有感谢，只有感恩。我想每一位做女儿的，我自己也是做女儿的，好，每一位做女儿的，你们都是在父母从小这样子宝贝上来的。在上个礼拜一，我们都有社区银发族后出兵的活动。上礼拜一，义杰牧师就在跟银发族在分享我们做父母这样子的心路历程。那在座有好几位妈妈都也跟着流泪。其中有一位妈妈呢，泣不成声啊，就趴在那边哭。因为我们都是分享之后就祷告，然后就吃饭吃便当，但他哭到没有办法吃便当这样。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我们分享的哪一个过程、哪一个点触动了他，不确定他这么泣不成声的原因是什么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那个当下，是耶稣的爱触摸了他，是耶稣的爱释放了他。天色未有长蓝，总是会下雨。但是雨过总会天晴，甚至会有彩虹。在这充满欢乐笑声的婚礼中，夹杂着被耶稣的爱抚慰的泪水。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的5月，我们一起经历了人生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我们的心情有的时候写在脸上，有的时候刻在心底。诗篇也是一样，
当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入到诗人的心境。总共150首的诗篇，浓缩了以色列长达1000年的历史，前后长达1000年的历史，让诗人都浓缩在诗篇里面。他们共同的生活经历，他们共同的喜怒哀乐。诗人将这信仰群体深刻的经历，用极简的文字记录下来，就像我们借着影片、借着文字、借着歌唱来传达我们的心情。紧接着，我们就来看这首诗篇，我们放到下一张 PPT。很明显的，我不晓得刚才我们诗会定性执事在读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个字？牧师再来读一次：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欢乐来到他面前，当认识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。如果以希伯来文的句法，就是当称颂他的名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意识到，刚刚牧师有稍微强调了某一个字哈，就是当我们在对他们说你应当要如何如何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你应当要如何如何的时候，好像在强调你现在并没有这样做，或者是你做的还不完全呐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在诗人的观察里面，普天下并没有向耶和华欢呼。在当时的世界观跟现在的不一样，当时所谓的普天下，大概就是只有犹太人他们可以理解、可以想象到的那个范围，就是以耶路撒冷，就是上帝应许之地为中心。好，牧师用你们的方向来看，往东边呢，就一直扩及到两河流域，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。以前我们在读地理的时候，对这个牧师就是铭刻在我的脑袋里。两河流域，好，两河流域那边有巴比伦，再往东一点还有波斯，就扩展出去。往北呢，东北这边有亚述，往南有埃及，往西边就是地中海，就是大海。这整个范围，刚刚我讲的这些范围，就是当时犹太人可以想象得到所谓的普天下、全世界的范围。除了以色列，在这个范围里面，除了以色列呢，这个地区其他全部都是拜偶像的。一直到了被掳时期，他们国家灭亡了，被掳走了，所剩的可以向耶和华歌唱的，就更是寥寥无几。如今21世纪，整个世界都开展在我们面前。整个地球，我们知道不只是地球，还有宇宙。根据网络的资料，全世界呢约有1/3的人是信奉基督宗教。所谓基督宗教，涵盖了3个信仰团体，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好，我们叫做基督新教。那还有一个像我们是新嘛，之所以会有新，就代表有旧。所谓的旧呢，就是指天主教，因为我们基督新教就是从天主教从16世纪分出来的天主教。还有一个就是东正教，就是大家相对比较不熟悉的。东正教呢，就是我们关心了3年多的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，俄罗斯乌克兰他们都属于东正教的。这3个信仰群体，基督新教、东正教、天主教，都是属于基督宗教。我们所敬拜的都是独一真神上帝。在台湾，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只有5%。虽然全世界有1/3的人是敬拜上帝，但是呢，在台湾只有5%的人口比例，包括天主教了。好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基督徒就是占少数，况且还有许多是名不符实的基督徒。除了诗人这样子的观察之外呢，他还观察到，大家并没有以单单侍奉耶和华为乐。牧师来分享一个最近才发生的例子，也是5月，好，也是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发生的事。有一位某某堂的弟兄，他在做教会长照的平台，他在推广长照平台这件事情。
有一天呢，他又透过友人的介绍，他说：“哎，牧师，那个有一个某某堂的弟兄在做这个长照教会长照平台，那个你们是不是可以接触一下？然后呢，可以照顾，好，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照顾教会里需要被照顾的那些长者。”他要来做一个说明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想说，哦，既然如此，那长照嘛，这个跟关怀部有关系。跟宣道部也有关系，好，我们就同时邀请了郑梅长老跟金惠长老一起作陪，然后我们4个人呢，就2位牧师加2位长老，想来听这位弟兄怎么介绍这个教会的长照平台服务。我们原本以为他要谈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原本以为他要讲的是，教会如果有了这个需要的话，可以透过他，然后呢，他就很顺利的帮我们引荐。好，可以照顾者，让我们可以减少一些公文上啊，或一些咨询上的一些很繁杂的手续，这样子。我们本来以为他是要说这个，结果不是，他要谈的竟然是他要把政府庞大的长照预算转接到教会的事工上，让教会或是会友可以透过长照服务。讲到这边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好像也蛮不错的？可是呢，他要透过这个长照服务来赚钱，他希望教会跟会友可以透过这个服务来赚钱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意思是，当我们要去探访的时候，我们就顺便帮他整理一下家里呀，好，顺便陪他聊天啊，陪他散步啊，甚至于呢，可以去那边带他来教会做礼拜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就可以呢跟政府申请钟点费，我们就可以赚这个钟点费。2位牧师非常有默契，应该讲说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一起就起来，站起来就马上斥责他。我跟一杰牧师从牧会开始以来，我们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我们真的是讲台语叫俩拱啊，真的是。抓狂了，真的是要抓狂了。当时2位长老也在现场，他们听了那个他在分享这个弟兄某某堂弟兄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也非常的傻眼。没有错，我们是在做社区事工，我们也有申请政府的补助，但是政府的补助在我们的社区事工里面，不过就是打底而已，就是打个底而已，根本就不够。更多的是来自大家的奉献，还有不求回报、任劳任怨的同工。我们为福音的缘故出钱出力，更不要说是为了要赚钱。我们去探访会友，是出自于我们对他们的关怀，是一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真挚情感的交流，是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回应耶稣的爱，更是回应圣灵的感动。如果今天掺杂了金钱的交易，如果我们今天魔鬼真的藏在细节里，或许说啊，就是顺便嘛，顺便那个啊，拿这个钟点费啊，反正我们本来就在做关怀啊，本来就是在探访啊，就顺便一下子。人心是会变的，这个试探非常的恐怖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中间掺杂了金钱的交易，那么很快的，不要说慢慢的，很快，彼此的关系就不再是连结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。我今天去看定信，定信会想，那个反正你们有拿钱嘛，来看我是理所当然的。或者是我要去看定信，我会想，赚这个外快好像还蛮不错的。好，反正我本来就要去看定信嘛，好，顺便赚个钱。你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会建立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吗？完全不会嘛！就算我们现在真的我们确实有些会友的家里有那个申请长照服务，好，或许还有些外劳啊，他们或许对我们的长辈真的是还蛮真心在，就是还照顾的真的还蛮好的啦，坦白讲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如果不给他薪水，或者政府如果没有给他补助，他还会来吗？他会无条件的来照顾你吗？不会嘛，不可能。好，所以呢，只要出资者把这个资金抽回的时候，两个关系就断了。
结果我们就很生气，这样跟他讲说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。后来这位某某堂的弟兄呢，听到我们的斥责，他也不甘示弱，他不甘示弱地骂回来，他说什么？你们这个做牧师的，你们不能挡人财路，你们不能阻挡会友赚钱。就说，你们做牧师的都可以领教会的谢礼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透过教会来赚钱呢？真的是蛮傻眼的。牧师绝不反对大家去接受长照服务，长照训练，然后去做长照服务。牧师绝对不会反对，但是绝对不是打着教会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。这个某某堂的弟兄不仅没有办法用乐意的心来服侍上帝，他更不认识。第3节说，当认识耶和华是神。他根本也不认识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，他不知道上帝是忌邪的上帝，他不知道口里说传福音，实际上却又贪爱钱财，想要赚一笔，根本就是脚踏2条船的行径。他不知道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又不能又服侍上帝，又服侍金钱。他甚至不知道，我们都很熟悉的，在福音书里面，当耶稣面对那些为了中饱私囊在圣殿做买卖的人，耶稣是如何大发雷霆的。在那个当下牧师真的非常能体会耶稣为什么会翻桌啊。在福音书里面，我们看耶稣生气也不多啦。哇，他可以气到翻桌我们说在4楼谈，想说，因为这是教会的桌子，如果不是教会的桌子，我也翻桌了。有够生气的，有够生气的。耶稣不止厌恶这种行为，他更对那些人的生命境况感到非常的痛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回来看，稍微缓和一下哈。现在想想还是有点生气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诗人的呼吁，在1到3节说：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当乐意侍奉他，当认识耶和华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场的羊。当向上帝欢呼，乐意侍奉，认识上帝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，是属他的子民，是他草场上的羊。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当一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外观上都还看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的时候呢，可以透过超音波来看见他的样子，可以听见他的心跳。那样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。我们的宇翔长老呢，他已经是准爸爸了。那一天，郑伟长老到牧师馆跟我们分享，他期盼已久的孙子出现了。他那个高兴的那个神情，那个样子，简直是我跟玉洁牧师看他这么高兴，我们也跟着高兴的哭了呢。最近泪腺特别发达，高兴的真的很难形容啊！他如果宇翔那边他应该手机里都还有影片，可以看到郑梅长老的那个欢欣跳跃的那样子的一个那个心情。当我们透过超音波的荧幕看见胎儿的深情，听见胎儿的心跳，我们怎么赞叹造物主的伟大？我们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去向上帝欢呼？向上帝欢呼，其实真的是对造物主最自然而然的回应。上帝借由母腹创造了我们，正如上帝借由他对先知耶利米说：“我尚未将你造在母腹，就已经认识你。”上帝早就在创造我们之前，已经计划好，让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，让我们可以替他管理，替他享受。他让我们享受这样子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大地。我们是属他的子民，是他草场的羊，他无条件供应我们的饮食，如同一位怀孕的母亲。或许他之前的生活习惯不那么好，但是呢，当他怀孕了，他会为了他自己腹中的胎儿，他会调整
他会调整他的整个作息，调整他的状态。他希望他的孩子、他的胎儿能够在他的肚子里很健康的成长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也会开始慢慢预备乳养他的环境，让他能得到最全备的照顾。父母会做父母当做的事，那么至少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如此。牧师在讲到一开始有提到，父母做父母当做的事，那孩子呢？孩子也会用他的全部来回应，他会用他的笑脸来回应父母的期待跟喜乐，也会用哭闹来回应父母的疼爱跟规范，对不对？当父母规范他不能这样的时候，他可以跟你不断无止境的耍赖。他会用尽各种方法来获得父母的关注，获得父母的爱，尽其极尽所能的探测父母的底线，进而认识他的父母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父母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用赞美来回应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？我们是不是用乐意的服事来回应上帝的期待与喜乐？我们是不是会在困境当中不断的跟上帝摔跤，跟上帝耍赖哭闹，借此来明白主啊，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或者是来探测他的底线，他到底能够容忍我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是否能在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的整个过程当中，更加的认识上帝？今天的经文第5节说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只有清楚认识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，我们才能打从心底向上帝发出赞美。只有清楚知道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多么的不计代价，才能体会上帝的慈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。如果身为有限的人都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做到这样子的地步，那何况是上帝呢？上帝会透过不同的形式，让不同的人来认识他的慈爱与信实。即使我们还不怎么认识他，或对他的认识，甚至于对他的认识有一点点的扭曲，即使我们曾经对他的安排感到疑惑，甚至感到愤怒，即使我们的内心还有许许多多想不透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与上帝的慈爱跟信实相遇。就好像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位为我们牺牲、为我们拉拔我们长大的母亲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母爱，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母亲身上遇见母爱。如果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经历当中遇见夫妻彼此之间彼此互相包容、互相接纳的这样的真爱，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当中看见，确实有这样子的真爱。我们之所以能爱，是神先爱我们。然而我们如果真的爱不下去，那也就是身为人的限制。但只要我们能持续赞美那位爱的源头，持续感谢那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救主，我们就不会一直停留在自怨自艾的那样子的一个深谷里面。当我们忧伤的时候，我们赞美上帝，他会以他永远的慈爱来怀抱我们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。当我们在感到缺乏，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来感谢他，会以他的信实来供应、喂养我们，引导我们。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，不论是欢喜快乐还是愤怒忧伤，上帝始终都在，他始终都在我们需要的那样子的时刻，等着我们来用赞美进入他的院，用感谢进入他的门。接着我们一起起立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他的爱。盼望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的渴望，即便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，但是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
中你走向我，点燃我里面的黑暗光景，洗去我的软弱，你接近我的生命，拥抱我如同翅膀在你怀里，你走入我的生命，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主，我单单依靠你，我要抬起头顶起来仰望你，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这么多丰富的情感。在光中你走向我，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，洗去我的软弱，你接近我的生命，拥抱我如同翅膀在你怀里，你走入我的生命，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，你是我的一切，主，我单单依靠你，我要抬起头顶起来仰望你，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向着我们的主来祷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要向我们的主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忧伤，我们要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可以接纳我们的忧伤，你可以抚平我们的忧伤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愤怒交在神的手里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公义的，我们的主是怜悯的，他必会化解我们内心所有的愤怒，所有的哀怨。我们要将我们的所有的情感全心全人交给我们的主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全部，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渴望，我们用祷告来倾泻在我们的主面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当我们的内心，当我们是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祷告的时候，主，当我们无法分辨我们的情绪，无法理清我们的情感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
我们有你可以倾心吐意，主，我们有你可以明明可以深知道我们的心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可以理解我们的痛，谢谢你理解我们的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爱。主啊，因为你是爱的源头，我们之所以能爱，是因为主你先爱了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让我们单单敬拜你，让我们在主里欢庆，用尽我全心全意，更多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让我们单单来爱你，超过一切的渴慕你，你是我唯一渴望，耶稣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这么深刻的爱赐给我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爱，天父上帝的怜悯与保守，圣灵的感动与安慰，你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会后诗，免惊。感谢我们的主，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，大家可以互相的交谈。